疫情转好，豆豆解封，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会照常举办，时间会伫1月31至2月初5。那今年的主题是活脱的多元宇宙，主题曲是波兰。展览的是会用文字、声音甲料理，互民众来认捌多元文化和语言。2023年台北国际书展，今年的主题是活脱的多重宇宙，透过目睭、耳孔、鼻仔、喙甲手，互民众领受多元文化的特色。其中主题之夜邀请来宾以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、甲新住民的语言来朗读文学作品。是阅读，就是跟倾听，在我看起来本质是很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先让自己能够静下来，然后呢，让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倾听异音，哈，就是那个相异的声音，不一样的声音。我们邀请了8位来宾，那么他们会各自使用他们习惯或者怀念或者母语。除了声音以外，海洋涌儿童主题馆用台语文海翁的话音来号名，配合多位卡片，互囡仔伫熟悉海底生物的过程当中，会当同时知影台语的动物名要安怎读。为什么是海洋妖呢？它其实就是海昂海洋啊，就是那个金鱼的台语啊。希望它可以跟着这些动物一起去探索。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1月31到2月初5，伫台北世贸1馆来举办，响应环保，专门用交通卡片入场，需要实体门票的人爱现场找服务台来买。记者麦上英曾正由台北报道。